咱台湾哦，即摆虽然已经超过200天无出现着本土病例，但是也是爱真谨慎，因为你甲我咱大家拢有可能是进会去互感染的高风险的族群，尤其是即摆进入着秋冬的季节，加上这个过年会有一阵搁一阵大阵回国回乡的民众，伫也未做预防下进前，也是爱真细致。 大家咧食萝卜饭，只要若保持社交距离，共款会使嘴暗腹内共道去食饭。台湾已经超过200天无出现新冠病毒本土的确诊个案，也毋过进入秋冬啊，防疫措施会阁有警报，尤其是无感染过的人，绝大多数体内无抗体，然后变成感染的高风险群。台湾的易感宿主的比例应该是远高于欧洲跟亚洲一些已经目前正在流行的国家。这些人呢，在再来的1年里面呢，都是有风险得到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 伫也未注意预防下进前，感染的风险又原较悬，加上秋冬气温较低，又阁是病毒活动时期。过年后，真侪国外台湾人倒来台湾，那呢边境敢过一条。台湾目前还是倚重依赖这个隔离14天，最近也看到有几个个案，他隔离14天自己跑去筛，才知道他还是带病毒，所以代表说这个措施呢不是100%的。 所以如果能够在隔离满的时候做个核酸检测、PCR 的检测呢，这个会更安全一点。面对第二波疫情威胁，八大类的场所防疫措施搁加强，强制挂嘴掩的范围搁扩大，就是要提醒每一个人防疫犹原爱谨慎，袂使无要无紧，随时爱提高警觉。